今仔日讲道，寻求改变生命，感动，请庄牧师。也祝大家平安。今年是新年的开始，新春的开始。虽然是1月底，但是伫新的一年，牧师要邀请咱，为着咱的生命中间学习祈祷的功课。今仔日的题目就是一个祈祷。咱的一生感动是一个真要紧的祝福。一个囡仔会通互一个伊所欣赏、尊敬的人，伊的行为感动了后，迄个囡仔可能就会成做有雄心壮志的青年人。感动对每一个人拢真要紧，所以愿兄弟姊妹，咱对年头到年底，每一摆礼拜，咱拢追求一个感动。每一摆读圣经，咱拢甲上帝讨，主用你的话感动我。你若是一个爱读册的人，你会当找一本册，安静读。今日这个时代，人所需要就是一个正确的感动，毋是冲动。冲动是一种的情绪，有时毋是真正确。但是感动是上帝所赏赐咱的礼物。感动伫圣经这个字，有一个足水的意思。用感动就亲像这个江河溪水，伊流过一个土地。这就是伫旧约中间希伯来语伊咧讲的感动，有穿透力，伊会当灌压、打扫、要过的生命。也即咱对年头到年底，咱的教会，咱当心来祈祷。特别牧师嘛，要甲咱青年，甲恁祝福。人的生命是由一连串的感动来造成。常常有感动的人是幸福的，因为感动，就亲像一个光，吸引咱去追求上帝的祝福。今仔圣经拢是2项代志：第一，追求、追求去找；第二，感动。伫咱要领受圣经的信息，我要邀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进入你的礼拜堂，就是一个圣洁的所在，是一个人来敬拜你圣洁的礼拜堂。主，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安静阮的心，将你圣经的话光照伫阮的内心，互老人、囡仔，互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平平对上帝你的话来得到祝福。阮期待主你用你的光来照阮，也用圣神摇动阮的心，检查阮拄久，检查阮软正，检查阮失志。但是愿你的圣神伫新春，亲像落雨，灌压伫阮的生命中间，叫醒阮，互阮因为感动来向前行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心门往你拍开，求你对阮讲话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感动会改变咱。我一生是一个幸福的人，因为对少年到今仔日，上帝通过各种的方法，互我的生命得到一种的引带。有时是看电影，有时是旅行，有时是听演讲，有时是安静。我一生是一个真丰富的生命。这不是骄傲，这是甲恁分享。感动会影响一个囡仔，就亲像圣经讲，没有意向，民则乱。一个少年人若无意向，若无感动，伊的人生就亲像无方向感的痴迷人。伊伫黑暗的中间，毋知要何去何从。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最大的幸福，就是常常有上帝要伫咱的心内对咱讲话。这是礼物，
这是恩宠。恩宠的意思就是上帝用伊的祝福来疼惜咱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到咱一生的落尾，恁常常有感动，常常有行动，用感动嘅行动来改变咱的生命。这就是今仔日牧师通过圣经的信息，要邀请恁做基督。咱的人生中间真爱这个感动，有时咱会去艺术馆看一百个世界名画，有时咱用真好的音响的设备听一首真水的歌，有时咱会去到真水的音乐厅，伫咧听世界一流的演奏。有时咱军队一个咱所尊敬的人，无论是宗教的领导者，无论是心灵的导师，或者是一个真高讲人生的道理的人。有时，咱看到咱身边一个真平凡的人，伊默默的在行善，亲像陈树菊。有时，亲像今仔日咱咧敬拜赞美时，平凡讲，有时可能是一个功课甲老师。咱拢爱幸福，咱拢爱事事行通，但是有时咱唔知影。给予的时候，我们反而有所得，因为多数人拢是讨，得的人拢是占有，但是咱无明白，有时受苦，有时互人一份真心的对待别人，咱对咱身边的人一个好的品格，会互咱见笑，嘛会互咱欣赏。圣经的话。亲像光开咱的目睭，一摆的礼拜，上帝的信息，毋是牧师的讲道，是伫你需要的时，上帝用伊的话来提醒、来养赐、来教示。兄弟姊妹，做礼拜就是天后感动的开始。会通得到祝福的人，就是伊要做礼拜进前。伊的态度已经决定伊做礼拜的结局。所以2000年来有真侪信仰的老师安尼讲：，一个人要入去礼拜堂做礼拜进前，伊的品格甲伊的态度已经决定伊的生命。愿主伫今仔日用伊的圣神甲主耶稣基督保护，洗清咱每一个人的心。互咱成做一个会晓做礼拜的人，互咱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咱的信仰。求天父上帝常常感动咱，互咱伫感动的顶端产生一个回应。感动是一支锁匙，是圣神的锁匙。圣神常常咧摇动咱的心，但是那生神的门足歹开。圣神本身就是伫外面拍门，迄个真理的锁匙。通过圣神，咱听到上帝的话，鼓励咱、感动咱，嘛提醒咱，甚至严格的责备。一个囡仔若唔爱听老师的话，一个囡仔若不爱听爸爸妈妈的指导，一个囡仔扣角。一个囡仔就无法度搁再成长。愿咱伫主的面前改变咱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你去回想，伫你的生命过程顶悬，有对一个时刻，对一项代志，伊改变你做人的态度、方向，甲你所要追求、选择的目标。人生足短。如果人生的选择若是一个投资，咱愿意做什么种的人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用伊的感动造就咱的生命。咱的教会伫圣诞节演一出戏，
伫迄个戏剧的中间，咱的表达，咱的邀请，咱的感谢甲祝福。但是伫咱生命中间的戏剧，迄个编剧、迄个作者、迄个导演，就是咱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的人，要得到上帝的生命。今仔日我要用这两句的圣经来鼓励咱，有两个功课：认真追求付代价。兄弟姊妹，感动毋是有时是白白享受互咱的，但是有时是咱爱付代价去领受。如果若有一项代志的信息，甲迄个梦想，甲迄个感动，那是真重要。咱敢愿意付真大的代价来甲上帝讨讲？主啊，将这个感动赏赐我。今仔日的圣经是以利沙的祈祷，伊讲愿上帝的圣神感动你，迄个感动你的圣神，今仔日嘛感动我。这是牧师陪恁读，嘛送互恁。愿你我咱所相信看袂到这个上帝的圣神，对咱开始做基督徒到咱一生的路尾，上帝的圣神永远无离开咱的生命。换一句话就是，我们天天都有感动。第二，就是感动是什么？感动就是上帝的圣神亲像风，伊奔入咱的生命，咱就春风满面。上帝的圣神亲像火，伊点到咱生命的热情。有一个字甲感动同款，叫做激动。激动还是激动？意思就是，当你感动的时候，你的心内有一种挡袂掉的热情、冲动，想要马上去得到迄个目标甲价值。我咱同为今仔日个圣经的话，记载伫新约是马太福音，这是耶稣所讲。耶稣讲天国就亲像伫一个土地顶端有迄个宝藏，有迄个宝贝。一个人发现某一块，这个土地是宝地，伊马上就点点，然后去用伊所有的财产，点点啊起来收购，将这个土地，将这个矿产，改买起来。天国是一个信仰的名词，介简单来讲，就是生命啦。你若知影真正的生命是什么种的宝贝，你就用你一生的努力来得到这份的生命。咱若唔知影，就亲像耶稣讲，人若趁着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活命，有什么种的价值？当一生进入甘乐，一直无用，一直无用。但是伫世来世去的中间，请问，你满足吗？耶稣讲，真实的活命、幸福甲天国，就亲像一粒真宝贝的珍珠。有一个生意人，伊看到一个蓝宝石、红宝石、珍珠真宝贝，伊就用伊所有的金钱来买这个物件。兄弟姊妹，基督徒这个生命甲身份，就是宝贝上帝荣光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重新知影，上帝圣神的感动对咱来讲真重要。以利亚是一个圣经中间足特别记载的先知，这个人无死亡。但是，伊知影伊的人生最后的一个时刻，最后的一个时间，伊甲伊的学生以利沙两个行过约旦河，因为以利亚已经知影伊的生命最后的关键的时刻已经到，伊带以利沙经过约旦河了后，讲这两句话。伊的老师甲学生讲：“你爱我，为你做什么？”
你好大讲，你好大开嘴来讨。若是耶稣问你讲，爱我为你做什么？咱要甲耶稣讲什么？以利亚甲以利沙讲，你只管求。兄弟姊妹，祈祷就是这个意思。将咱的欠缺，将咱的见笑，将咱的软弱，将咱心中所期待的标杆，咱出声甲上帝讨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以利沙真够祈祷，伊讲：我看到你的生命的能力，我看到你的生命的阳光。老师，愿感动你的信心嘛，感动我。也这关这句话，今仔日刻掉伫你的心中。基督徒一生上重要的祈祷，就是求圣神的充满。这叫做以马内利。有上帝圣神同在的人，人生无孤单。咱的生命一生要经历到上帝伊甲咱三甲之地迄种的困难。上帝听你，我嘛知上帝嘛真听我。我真感谢，我是一个一生真正是真福气的人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中间无一个人讨贵。愿咱的人生哪来哪甘甜？加在咱伫一生中间有认捌耶稣，咱的家族要改变，咱的人生嘛要改变。你相信，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有真宝贝的准备甲计划吗？咱静静听，咱的生命绝非偶然。包括今仔日咱做礼拜，嘛毋是要讲真简单的代志。但是愿天父上帝甲咱同在。顶礼拜无师无甲咱做礼拜，是因为我有一个特别的旅行。伫去年的年底，一个叫做吴信如的出版社的一个执行长，伊甲我邀请讲，陈牧师，你敢会当甲我做伙去德国？因为伊甲我讲到一寡这9年来。南与北出版社伫台湾翻译德国真侪灵修的册，也因为这个出版社的册，所以我认捌这个相片，这个人，恁捌看过，有的人捌看过，伊叫做古伦神父。伊几乎逐本册我拢读，因为我感觉伊是一个互我对心内尊敬的基督徒，伊的稳重。伊真深邃的信仰的对圣经的了解，我感觉伊是一个真容易将真深的圣经的道理讲甲真生活化，甲真简单。我对这个古伦神父有真大的这种的吸引。我嘛真爱我的生命有真水的品格。稳重。佮另外一个原因是，伊甲我讲，因为即届1月即个聚会是一个特别的聚会。古伦神父真爱邀请伊其他的同工，包括即摆伫迄个修道院的新的少年的院长。古伦神父真爱邀请伊嘛有机会来亚洲，特别伫台湾做即个分享甲福音的事工。有信徒问我讲：陈牧师，你敢会当代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即个聚会中间，甲伊邀请，互伊知影讲古伦神父伫这9年中间伫台湾所做的工作，对台湾教会的帮助，我对心中欢喜。我感觉，我若当去伊的朋友的面前来讲起。一个信仰的造就，怎样改变台湾目前的教会？所以就因为安尼，我就去德国。伫伊古伦神父75岁的生日，伊用灵修、用礼拜、用音乐会，搁再
用一个座谈会，坐伫第一排头前中的迄个喙手长长、头毛白白，这是巨轮。伊的身边有4个人，有伫德国的社会福利机构的少年的 CEO， 有伫欧洲连锁旅社的经营者，有咱台湾的出版社的吴信如，有4个人，因咧讲起因怎样对信用的灵修来改变因经营企业、经营公司迄种的态度。伫迄个75岁的生日的中间，我嘛参加真侪摆的即个祈祷，因为即个修道院一日有6摆的祈祷，对差不多6点、7点，来中昼，来中昼的3点过落6点、7点，伊一日有真长的时间来祈祷，因为这就是修道院的习惯。修道院的神父因真一日有真长的时间来祈祷，我嘛享受一个伫修道院中间真悠哉，因为除了迄几个活动以外，我会当伫修道院的房间内底真安静，行路读因的资料。所以即个的出发对我来讲，其实有2个目的。第一，我虽然读真侪圣本笃会伊的灵修的方法，我以前嘛捌甲恁分享，但是我望，毋是干那用听的，我会当用感受的。伫一个环境的中间来感动，所以就是为什么真侪少年囡仔吼，因听音乐毋是干那听 CD， 因爱用几啊千块去到现场，有无？是毋是？看棒球嘛，足爱去棒球场，较侪钱嘛，票嘛买去。为什么？临场感，甲看迄个电视的报道的结局是无共款的。我想要爱来讲2项：第一，是毋是这段教会将来嘛会当有真浓厚的灵修的画面伫咱中间？第二，我嘛真期待，伫我身边有一寡社会福利机构，伊嘛会当亲像古伦神父，因为修道院是一个社会企业，永续经营。古伦神父因的修道院是一个足特别，因就是无挖过别人，不求不劳而获，所有的宣教的经费，拢对因家己的手所得到。所以因有饲牛，因有种番麦，因有做木工，因有做五金，因用这个来得到因传福音所需要所有的经费。所以灵修甲永续经营，是我对古人生活的修道院真大的好奇。然后有机会我阁甲咱分享，我嘛感谢上帝。伫即个旅行中间，即个感动是真安静，毋是亲像迄种弹雷公安尼足大声，但是伫即个旅行，互我有即种的感动。我要用即个来做今仔日的祈祷，兄弟姊妹，寻找一个能够为之生、为之死的感动。求上帝，互咱有一个感动，是互咱愿意一生辛苦。将我一生的努力，我的血汗，为之生，为之死。兄弟姊妹，少年囡仔若有这种的感动，迄个热情会被呼唤，伊会愿意付代价。所以要鼓励少年的这教会的兄弟姊妹，恁爱甲上帝讨，会当改变恁人生的感动。这是世间的人所追求的外表的欲望的粗浅的感动，你求上帝互你超越，你会当找到一种改变你生命存在的热情，互这个感动改变你的生命的态度、习惯，互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
来成就一项新的事。兄弟姊妹，永远不会太慢。咱的一生永远袂嫌老，毋是少年人才需要感动，任何的人、任何年纪、任何的感动，拢会改变咱的生命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感动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叫青年。保罗讲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兄弟姊妹，古早人甲咱讲，人的心内有一个良心，啊，若做歹代志的人，伊良心是叫做告家去啊。良心是什么？良心是上帝对咱的灵魂讲话啊。良心就是上帝的圣神伫咱的内底，也锁时来做工。每一摆读圣经，每一摆做礼拜，愿天父上帝甲咱萨甲地定。伫今仔礼拜中间，我要甲咱分享，真简单，甲咱分享4项，伫咱生活中间会得到感动的原因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本身就是感动的源头。第二，圣经记载源头就是感动。所以上帝讲，圣经的话讲，圣经的话就亲像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第三，咱的老师，你生命中间的贵人，你若感觉伊的品格，你若感觉伊的成就，你若感觉伊的能力，吸引你会互这种的人感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搁有伫你身边的人事物会改变你。你所拄到的代志，你所看到的代志，上帝本身就是一个感动的源头。今仔日圣经以利沙讲，愿感动你的圣神，双倍感动我。伊毋是贪心，犹太人的习惯是安尼，大囝分财产分双份，所以以利沙伊甲以利亚讨讲，你所得到上帝圣神的祝福，我要得到双倍。意思就是讲，我要做你真正的学生，我要做你真正的属灵的囝儿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论是1倍、2倍，上重要就是一切感动是上帝予咱的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用伊的圣手，牵咱每一个人到一生的路尾，常常带咱行人生的道路。然后甲你讲，我所听的囝儿，你看，伫头前我甲你准备的迄个荣耀、迄个尊贵。当上帝手若牵咱的时，伊会带咱看人生中间极其宝贝、极水无比上帝所准备的。这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的祝福。愿主将伊的话嘛放伫咱的中间。圣经咧讲起上帝的话有2字，一字叫做 logos， 一字叫做 rhema。道成肉体，这个道就是 logos， 英语翻作逻辑 logic。圣经咧讲的道，其实就是讲是上帝的话，平平拢是上帝的话。有一字叫做 logos， 一字叫做 rhema。logos 就是上帝过去所讲的话，写伫这本册。rhema 就是上帝的圣神继续咧讲的话。当你读上帝古早所讲的这本册的时，上帝的圣神伫你的心内感动你。上帝要将伊的智慧，将伊的真理，将你生命的道路来甲咱做陪伴。兄弟姊妹，无读圣经的基督徒未大汉，无读圣经的基督徒
就亲像青梅，伫即个世间亲像壁顶的草，风安怎吹，咱就安怎摇动。只有属上帝的人，伊有坚持，因为上帝的话是伊的亮光。主帮助咱来常常访问、学习军队、信仰的老师。咱每一个人拢有咱信仰的老师，但是要找到好的老师。有的老师教世间人趁钱，有的老师教世间人荣华富贵，有的老师教世间人知识甲财物，但是有的老师是教咱真理甲活命。或者咱对心中的人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感动你，有太多这种的故事，伫过去牧师嘛，甲恁讲过这个故事。古伦就是互我伫台湾的教会真罕得看到迄种的稳重，迄种的丰盛。伊对任何的小人物，伊心内总是有一种的宽广、真诚、甲接纳。兄弟姊妹，愿你我咱共同的教会，也会当成着这种的教会。阁有。甚至咱身边的乞食，嘛有可能成做你的老师。咱身边的人事物，拢是上帝对咱讲话的媒介。咱所拄到的人，咱所拄到的代志，拢有可能是上帝咧表达伊的感动的工具。咱的教会有一个姊妹。叫做单数阿嬷，以前我拢感觉伊足可怜，但是最近我感觉伊足特别。伊甲我讲，牧师伫阮嘉东林安养院内底，某某教会某某人，伊足可怜的。伊家己本身是一个真正足可怜的人，但是伊感觉有人比伊更可怜。兄弟姊妹。所这阿嬷是我的信仰的老师，因为伊面对受苦的是迄种的坚持、信心。兄弟姊妹，有真侪这种的故事，愿天父上帝开你的目睭，互你成做一个敏感。常常敏感的意思就是真容易感动。愿天父上帝通过咱身边的人、身边的代志，伊甲你讲，这样代志唔对，唔好做；这样代志你紧去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的生命得到改变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享受感动的圣神，圣神上帝，阮恳求你。进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、阮的亲人、阮的教会，将你的感动带予阮。因为阮枵喙焦，毋是无饼通食，无水通啉，乃是因为阮欠过上帝你圣神充满迄种的巴掌。愿你的圣神对天降临，进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生命中。怜悯阮亲像摆开。阮亲像青梅，阮亲像身心障碍、肢体障碍、灵魂障碍的基督徒，主求你怜悯阮，帮助阮，小树你顶头生复活的灵，互阮的生命得到搁活。我们伫你面前安静听候，愿你的圣神甲阮一生的路尾，永远无离开阮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